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怎么替我去结婚啊？这个钱你拿着，置办几件像样的衣服。这条手链是不是贺锦熙的呢？ 南宫琉璃，你居然敢调查我！怎么撞死的不是你呢？这要是让顾西城看到，肯定会跟我离婚的。苏妍希，妍希啊，喂，贺锦熙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你问这个干什么呀？没什么呀，我就是想问问看。我还能在哪儿？我在外地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哦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？ 我很快就会回去的。我怕我再不回去，就会有人喧宾夺主了。贺锦熙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好了好了，不跟你多说了。我回去之前一定会跟你联系，你也做好准备吧。这个苏元熙，不能让他再待在顾家了。那我现在这张脸该怎么回去呢？ 贺锦熙人还在外地，难道这条手链真的不是他的？是巧合吗？锦熙，走吧。要去哪儿啊？医院。医院？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，所以我想带你去医院看看傅博雅。好，走。 走。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我们已经尽力了。什么？他